各位兄弟，大家午早，大家平安，欢迎大家今日早起继续来参加今日的读经。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琼代姐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这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伫你新的，互阮的新的一天，赏赐阮新的恩典。伫清早时，阮就意爱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靠无你的话语，哪落希望溪水上。感谢主，赐阮有共读圣经的这段时间。透过达牧师的讲解经文，互阮更加晓悟上帝奥妙的真理。阮来用信心、持守、信仰来跟对主的脚步。恳求主圣神，即时甲阮同在，圣神带领保守这段时间。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今日要进入的是第10讲的进度吼。咱今日要读的是希伯来书的第7章全章，对第1节到28节。咱要来请秀慧姐、林秀慧传道吼，来带咱大家来读今日的圣经节。咱来读经希伯来书第7章，这是麦基洗德第1节。这位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嘛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亚伯拉罕开始遐个王转来时，麦基洗德有甲伊迎接，佮甲伊祝福。亚伯拉罕有将伊所得的1/10互伊。第一，麦基洗德这个名的意思是正义的王，伊阁是撒冷王，就是和平王。伊无爸无母，无世系，无出世的日子，嘛无生命的结束。伊甲上帝的囝同款。伊继续做祭司，直到永远。恁看，这个人若偌伟大，先祖亚伯拉罕就将赠礼品的1/10互伊。有担当祭司职的利未的子孙，虽然甲其他以色列人民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偏偏是兄弟，要求互命令，照律法对人民收10%。麦基洗德毋是属利系的世，毋是受利未的世系，毋过伊有对亚伯拉罕接受10%，佮甲得到上帝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是说受是大祝福是理所当然。一方面，这个受10%拢是未死的人；另外一方面，迄位受10%的，圣经有证实伊要得活。安尼嘛通讲，对人收10%的利未，已经通过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纳10%。第10节，因为麦基洗德名字亚伯拉罕的时，利未还伫伊先祖亚伯拉罕的身躯内。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根据利未的祭司制度办法的，这个制度哪会当互人完全？哪有需要？毋是照阿伦的班次，是照麦基洗德班次设立的另外一个祭司。既然祭司制度改变，律法嘛就改变。因为这书所指迄位是属别的支族，这个支族毋捌有人伫这段前侍奉。咱的主明明是犹大支族的子孙，关系这个支族，摩西毋捌讲起祭司的事。另外一个亲像麦基洗德的祭司，第15节，当我在讲的代志搁较清楚，因为有另外一个祭司，亲像麦基洗德的祭司已经出现。伊做祭司，毋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是根据未毁灭的活命的权能。因为圣经有安尼做证，麦基洗德的班次，你永远做祭司。一方面，旧的条例因为无力、无路用，煞受废无。因为摩西的律例，什么代志拢无法度成全。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较好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势，互咱通过这个愿望亲近上帝。搁这个愿望有经过宣誓，利未系统祭司无经过宣誓。
只有这位耶稣最祭司的时有经过宣誓，伊的上帝对伊讲：主有宣誓，未改变心意，你永远做祭司。第22节，就是因为安尼，耶稣做搁较好的约的保证。利未系统的祭司有真济，因为死的族的因未通继续做，只有耶稣毋免受祭司节交，毋免将祭司节交互别人，因为伊永远地活，因为伊永远活着。安尼，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伊会通救因到底，因为伊永远活着，在替因祈祷。这款大祭司拄拄合咱的需要，伊性格无邪恶，无拉散，对罪人中受分别出来，个性到比天较悬。伊无亲像其他的大祭司，逐日就先为着家己，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伊献本身做祭物，一遍就完成。摩西的律法任命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毋过有律法以后，上帝用宣誓任命伊的囝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以上。好，感谢小慧传道。今日咱读这段圣经不加长，而且内容也不加复杂，所以进前有甲大家分享，咱若是读希伯来书读无，就是咱爱知影。爱加读几遍，上好会当读到30遍。我相信咱会当来将这较袂当消化，当渐渐来消化。然后嘛，伫遮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这个希伯来书，咱无简单已经读到一半，所以咱也爱继续来努力，互咱会当将这个希伯来书7、8、9这几章较复杂的所在，咱会当来把握。所以咱若读到第10章以后，我相信咱就会当豁然开朗，就会当柳暗花明。咱通过希伯来书，咱知影咱袂当做婴仔，咱爱做成人，因为婴仔是食黏，对上帝道听袂入去，袂晓分辨。总是真做成人，就是爱离开第一课，然后爱不断的进步，爱真做参与，互上帝尽做。会当爱修行，会当结出果子，然后嘛爱来通过信心甲忍耐来承接应允，所以就来讲起着亚伯拉罕，爱坚持到底。所以对第6章13节开始就讲着亚伯拉罕，伊上帝特别是对伊来用家己的名来宣誓台语圣经翻做宣誓，就是互上帝呢，毋是只有应允互伊，阁要加上咒诅发誓宣誓，一定要祝福互伊。亚伯拉罕真有信心，像咱所看到的，对85岁到199岁，阁到130几岁，到伊170岁，安尼上帝应允成就伫伊的心中，互伊有囝有孙，阁有迦南地。然后上帝应允，伊用宣誓来做保证。代表这两项，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宣誓是袂过来更改的。所以每一个要来追求上帝庇佑的人，都会当得到激励，是足强够有力的鼓励。上帝嘛应允耶稣做咱的开路者，这个应允亲像灵魂的锚定，这个船锚，坚固这只船袂过走去别位啊。这个愿望已经正到伫天顶的至圣所。耶稣将这个愿望已经传到天，所以无受到时间、空间、地点的限制。因为耶稣伫遐真做永远公义的大祭司，亲像未记洗地共款。常常会经过6章18节，伊的应允甲立誓这两项拢未改变，因为伊未讲白插，互咱遮会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通持守迄个咱头前的愿望啊。伫希伯来书，对第7章开始，咱就看到希伯来书的主题关键字，就是较好、更美，包括7章19节、22节、8章6节，讲到2解，9章23、10章讲到1解，11章讲到3解到12章所以
头前咱读第一章到第6章，拢是咧为着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主题来做铺陈，所以你读希伯来书，感觉这个读真久真长，因为伊又是很有次序的，在安排这个顺序，然后用比较的方式，既然有更美较好，我是用卓越，伫这个主日的讲道中间用卓越就是伊是更较比旧的更较好，就是有在进步，所以伊一定是着爱摕起旧的无够的所在，新的较好的所在。今日咱要看第7章，是讲着耶稣是更较好的祭司，伊是照麦基洗德的系统做祭司。这章会当切做2半，头一是讲着麦基洗德伊安怎伟大，对第1章到第10章。第2段11章到28章是讲着伊这个耶稣基督无共款传统的祭司所以这有提着讲着3种，一个是麦基洗德伊做祭司，第2个是一普通利未人的祭司，第3种就是耶稣基督的祭司。所以咱来了解这3个重点，这章咱就较会当来消化。头一个麦基洗德的祭司安怎伟大呢？照圣经的记载，伊是撒冷王。至关上帝祭司，古长做祭司，因为亚伯拉罕祝福，接受亚伯拉罕1/10的献礼，甲上帝囝相像，所以这是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看到的。这段会个记载，咱若有兴趣，会当登去看创世纪第14章18节到20节的所在，这是亚伯拉罕去征战这个4个王甲5个王，然后呢，将伊的战利品带进来时阵，经过耶路撒冷。这个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迄个地点然后这个撒冷王，佫是王，佫是祭司，就出来迎接啦。亚伯拉罕将这1/10献予麦基洗德，所以咱袂将咱的物件献予咱的囝、咱的查某囝送予伊，甲差不多，献予伊安尼就毋对，所以嘛表示讲。麦基洗德甲亚伯拉罕2个比较起来，是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较尊贵。麦基洗德伫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照圣经犹太人的传统甲教导，其实麦基洗德就出现在创世纪，出现在诗篇，出现在希伯来书这3个所在，其他无法度看到。但是显明，麦基洗德伊是无死的，无是久伫地。也超越所有利未人的祭司。第二是这个撒冷王，就是指耶路撒冷。古长话祭司，就是讲伊做祭司的职务无有交接，无有修任，无有灵机的代志，就是到一直在做祭司然后若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的名，咱以前捌讲过，我的王是公义的，所以咧强调，伊是真公正的，伊是真。有照上帝话会当来治理判断的，所以麦基洗德和合本讲这个名翻译出来，意思翻出来，翻译出来，意思代表就是讲，麦基洗的这个名字让大家联想，所以不是真正去翻译，而是去想到公义的王，麦基洗德，因为这是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名称，互咱这个让。读希伯来文就知讲麦基洗德，这就是一个公义的王的意思。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和平，就是shalom，所以这个 Jerusalem 就是这个指shalom的意思。伊圣经照犹太人的教导、律比的教导，无留这个麦基洗德，无爸无母无族谱，无按对倒生出来唔知，对倒位结束嘛唔知所以讲伊的意思讲伫旧约圣经中间，麦基洗德无像祭司的系统安尼详细记载比如讲这个施洗约翰的老爸这个撒迦利亚这个撒迦利亚伊的某像伊的老爸像对这个族谱内底佫显会着麦基洗德竟然无法度写伊的族谱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无伊会当像耶稣的特性，基督特性基督耶稣有族谱，但是基督呢是超越这的一切所以伫旧约记载中间麦基洗德亲像是安尼，伊有上帝的称号，公义王，佫是平安的王，也是和平的王，
又是公义又是和平，好，和平就带来平安，好，所以要安怎和平就要有公义啊，好，所以从公义到和平到平安，好，这伫以赛亚书第9章60到70，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0到10，拢有同款的思想，就是上帝所要带来公义甲和平，这不是要将麦基洗德甲耶稣基督来做比较。是咧讲麦基洗德，伊甲耶稣基督永远做上帝囝的特质有相像的所在，所以他不是在强调不同，是在强调相同啊。所以咱看这段1到10节，这是现代中的译本。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在亚伯拉罕杀了诸王从战争回来时。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给他祝福。这创世纪14章，亚伯拉罕又把自己所取得的都拿1/10啊，好，然后在和本创世纪又写那是上好的，伊就是伊去抢的来，好，将上好的，好，不是全部哦，好，将迄个上好的最好当中的1/10都推出来，好，所以首先麦基洗德的名字意思是正义的王，因为他是撒冷王、和平王，他也有名字叫和平王的意思。麦基洗德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身世族谱，也没有生死记录。他跟上帝儿子相似，永远做祭司。你们想一想，他麦基洗德多伟大！族长亚伯拉罕把所有战利品的1/10给了他。那些做祭司的利未子孙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现在是比较了利未祭司啊，就是利未祭司就是从利未人出来。利未是谁？利未就是雅各的老三，第3个儿子。雅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所以利未是亚伯拉罕的第4代，然后他们的子孙后面开始的祭司，就是第好几代。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向以色列人民给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收取1/10。摩西的律法规定，就是因所有的11个支派都要来养这利未支派。为什么？利未支派他们都要在会幕里面工作。所以11个支派呢，就要供应利未支派的需要，他们不用出去耕种，他们只要做上帝的工。所以虽然收1/10，但是呢，麦基洗德是从亚伯拉罕收到1/10，利未呢是从其他11支派收到1/11，并且领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为那领受应许上帝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就是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祝福，这个祝福，给人祝福会较大。所以第7章，给人祝福的比那受祝福的人大，这是无可怀疑的。就祭司们来说，这些利未的后代，他们是收取1/10的人，是必死的。现在讲到他们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要交接出来，他们的工作有年限、有期限，必须年纪到了就必须要退下来，没有到这个年纪你也不能做。但是麦基洗德来说，他也收1/10，却是活着，意思说他是不死的，如圣经所说。因此，当长远为祭司诗篇110篇的第4节他长远为祭司而我们可以说利未也缴纳1/10，而利未子孙是收取1/10的。其实对不起，这个利未缴1/10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也阿祖伊就去交10%给麦基洗德。现在利未伊的孙开始都收10%，从他的弟兄收取。虽然有差别，是有个差别。第10节，其实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生，还在哪里呢？也不知道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但是我们可以说，利未在他祖先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某个 DNA 就在他的阿祖的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段，麦基洗德的伟大超越了利未的祭司体系所以这边做一个比较，麦基洗德的系统跟利未的系统，麦基洗德是杀人王，就是平安，就是公义的王，利未的系统就是通过利未雅各的第3个囝，利未开始的囝孙拢爱来做这个系统。麦基洗德伊是接受亚伯拉罕的10%，利未的囝孙因是接受其他11个兄弟的10%然后麦基洗德伊为亚伯拉罕来祝福，但是利未的囝孙伊无可能为阿祖来祝福，因是加做亚伯拉罕的第4代开始落去麦基洗德是公义和平的王，
利未呢，好，因不是做王，因是爱做利未人，利未人好，Levi 好，因就是爱来修这的条例哦，所以利未记专门有一本圣经的册，专门就是写给他，你来看利未记哈，讲到5纪7节，讲到各种的条例，就是爱告诉利未人遵守啊，给他们规范。利基西德的系统就是无生甲死的限制，利未系统由你会当做的就是25岁做到50岁，所以那叫50岁，安尼我嘛袂当搁做啊。所以利未系统是爱伫伊上用的时阵，来做上帝工，50岁以后，伊就当退休了。但是到了新约时候，却有没有继续不一定啊，因为撒迦利亚是非常的老。利基西德伊呢是跟上帝囝同款，就是好像神一样，不是人。而利未系统呢，每个都是人，不是神。像谁呢？像摩西，摩西就是利未支派啊。摩西就是利未支派。前几天咱们讲到那个撒母耳他就是利未支派啊。谢谢嘉玲组长啊，他有在把这个经节传给我，然后他是属于利未支派。因为他虽然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区，但是他是以法莲山区的利未人，所以在历代志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我们是从希伯来书读完之后就会来读历代志，而结论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比阿伯拉罕较大，利未的系统呢无可能比阿祖较大，永远都比较小。按呢一个比较，就是讲现在这些的祭司和上帝的祭司来比。可能是不能比，这个前后悬殊啊。第二段呢，11到28节，加讲耶稣基督无相像传统这的祭司，因为伊用的这些制度，那会当互人得到完全，就是可以帮人赎罪，好让人完全。安尼上帝就袂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不是讲麦基洗德，其实也是指麦基洗德。但是又讲的是上帝又兴起了大祭司耶稣基督啊，这个改变呢，表示讲这些制度有更改啊，本来就有上帝的祭司的，出现了利未的祭司的，现在又有耶稣基督的儿子做祭司，表示讲这个律法，我们看圣经这个地方都翻成律法，但是我把它框起来，就讲它不是代表整个旧约的律法。它所代表的是上帝在对于祭司的条例这个部分呢，已经更改了。所以举例，基督耶稣基督，伊不是利未人，但是耶稣基督他也当最大祭司呢。利未人也不能全部都当祭司，只有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从亚伦的儿子以后才能够做祭司的工作。所有的祭司当中，亚伦后裔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大祭司所以这个是非常的 narrow， 非常的条件非常的严苛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是雅各的老四第4个儿子的后裔所以证明这个制度呢已经改了。15节到17节，耶稣基督真做袂起洗的同款的祭司已经迄面律法改耶稣基督真做祭司不是根据律法，它不是按照摩西的条例，而是根据无穷生命的大能，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形容他是配得的，他是有这个永远活着的条件，所以他能够长久为大祭司。18节到19节讲旧约这些条例，特别是利未记，无都互人完全，所以这的呢已经都弃上。它不是指整个圣经通通弃绝，不可能，因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不是旧约被弃绝。所以我们有的人会用这个说旧约都被废弃那这个就会被字面上的意思给误导，而是这个祭司的条例已经被 update 了，所以呢 update 之后呢，引进更美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下面就是所谓的祭司的制度呢更新之后，人的都可以因为这个祭司的制度更新，人可以得到完全。咱就当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这是伊要强调的重点。耶稣基督是祭司，是上帝宣誓设立的，真做更较水的约，所以这个旧的约跟新的约就有出现比较不同的中保。这里的中保指的是保证人，而是见证人
23节，基督是永远长存的祭司，长远活着，替信他的人祈求，像麦基洗德。只是麦基洗德今天到今哪里，还是到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时代还没有活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但是耶稣呢，却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只要伊伫地，伊就当来执行大祭司的工作，伊就当替人的罪来赎罪，替人来祈求啊。所以安尼的祭司更较适合咱这软弱的人，因为咱需要一个固定的祭司，亲像这个牧师永远袂死共款，永远就来牧会，永远拢唔免搁去交互别人，这是上好，但是无可能，只有耶稣基督才做会到。所以咱看到这段讲到这律法，不是指整个旧约，是指献祭的制度，透过祭司制度的更换，读者知影旧约的律法礼仪中间，因会当出来唔免搁修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利未记的条例，不用现在再跑去圣殿过这样的生活，然后让自己洁净。上帝已经主动伫这个条例外设立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设立？就是因为这个条例的制度无好，其实不是不是条例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犹原是软弱，这个人犹原是有瑕疵，所以不管安怎换，永远拢会换到有问题的人。这个总统安怎选更较好，更较牛，嘛是永远会去选出到这个无教业的总统，所以因为人拢是有缺陷的，牧师嘛是同款，紧来紧去，嘛无一定是紧到会当紧到上好的。但是呢，因为耶稣来啊，将这个大祭司这个歹点、缺点、缺点拢改掉。亲像罗马人书讲的，律法是互人知影对的所在，只有活在60分的及格边缘。但是现在律例呢，提醒咱是有罪。无法度互咱有能力赢过罪恶的能力，嘛无法度真实来赎罪。所以读利未记只是让我们更觉得罪恶深重咱更加是罪人。哇，这咱有遮侪无清气的代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其实需要这个大祭司来把咱教导。所以律法的约，耶稣是稳定的约，是更加水的安排。咱唔免靠家己的肉体去抵挡这个罪，是我靠上帝稳定到上帝面前。过去的大祭司，伊在7天以前，在赎罪日，咱应该在讲到，每年的犹太历的7月14号，大概就是9月、11月的那个时候，7天前就要准备，然后要搬出去外口住，到圣殿内面，袂当住厝的，因为厝内底有可能很多的软弱，人的遮的缺陷啊。然后呢，嘛甲罪人来分开，伊所食的、所饮的、所穿的都要分别为圣。透过7天安尼完整的一个安息的 cycle， 伊会当甲罪人来分开，才会当建立到信守，才会当伫迄天3届建立到伫即信守，然后将这个上帝下面的恩典带出来，然后看印伫遮这面心中，然后带去到伫营区之外。所以11到28节剩2分钟，我们今天还会超过一下。从前颁给以色列人民的法律是根据利未的祭司制度，那么利未祭司制度的工作是完全，就用不着有另一种麦基洗德。这麦基洗德不是亚伦制度的祭司因为祭司制度改变，法律也得改变。我们的这个法律其实是指条例。我们的主现在就是现在所讨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属于另一支族的。这一支族从来没有人当过祭司，没有在祭坛前公职，没有。大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犹大支族。摩西讲到祭司的时候，没有提起犹大支族可以来做祭司、做利未人的工作。现在事情更加明显，因为另一个像麦基洗的祭司已经出现，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成为祭司，并不是由于世袭承袭下来条例，是由于无穷生命的大能，他能够永远活着。耶稣永远活着。17节，因为圣经见证说，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体系永远做祭司，这样旧约的条例，这个翻译是正确，旧的条例被废弃，因为旧的条例是因为人的软弱无人，没有用处。摩西的法律，这也不是法律，是利未记的条例，不能够使任何事达到完全。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盼望，借着它我们可以接近上帝。此外还有上帝的誓言，别的祭司被封列的时候没有这种誓言宣誓。
但是耶稣是借着宣誓成为祭司的。上帝曾对耶稣说，主曾发誓绝不改变心意，你要永远做祭司。这是诗篇110篇的第4节，我们已经第3次看到这个经节啊，那都在强调麦基洗德永远的职分。念到哪里？22节，这样的差别使耶稣成为那更美好的约的保证。这个翻译是正确的，就是保证哦。跟中保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保证，一个是见证啊，这里是保证。23节，另外有一个差别，从前被立为祭司的很多，因为他们死了不能够继续工作，只立位跟亚伦的后裔，但是由耶稣永远活着，他的祭司工作不能由别人继承，所以他始终能够拯救那些借着耶稣亲近上帝的人，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耶稣永远活着，替这些罪人求告上帝。这样耶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大祭司，好，就是一次永远的，然后常有完全。耶稣是圣洁，没有过错，没有罪。耶稣从罪人当中被分别出来，借着十字架无罪而被钉十字架，更证明耶稣的无罪，而复活升天，提升到诸天之上。耶稣跟其他的亚伦大祭司后裔不同，不需要每天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人民的罪献祭。我们之前有提过，耶稣只有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把自己献上，一举而尽全功。好，这个字被翻译被保留下来，就一次的举动就完全所有的上帝要做的功夫。摩西的法律锋利不完全的人为大祭司，就是你看亚伦2个儿子马上就出包，撒母耳2个儿子也出包，利未人。但是呢，上帝在有了法律后发誓应许，立他那永远完全的儿子耶稣为大祭司。好，我相信这样念完，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的修订版可以非常的清楚，把这个和本看不懂了，在这边就可以看懂。台语的部分因为有一寡翻译，所以你要念的时阵加念几摆，我相信嘛是会当读出这个意思。所以咱看这个比较，利基洗德祭司跟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安怎比较呢？利基洗德拄则咱讲，伊是撒冷王，接受亚伯拉罕的10分之一，为亚伯拉罕祝福，伊是公义和平的王，无生甲死的限制，甲上帝囝相像，比亚伯拉罕较大。但是耶稣基督呢，是咱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是拄则咱所有读到。然后有旧约甲伊做见证，麦基洗德旧约就提过那2次，创世纪和诗篇110篇，但是整本的旧约对创世纪到马拉基书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哦，所以这个到了新约一开始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有上帝的宣誓誓言，指派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那这也是希伯来书说的。而且耶稣基督成为更美之约的保证人，这个中保是指保证人，保证这个更美之约会已经发生的。然后上帝也对耶稣说，你永远为祭司。所以诗篇110篇的第4节不是在形容麦基洗德，而是在强调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厉害，同样的经节用3次，但是前面2次讲麦基洗德，这一次呢直接用来说如果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它有一点改变。主起的是绝不改变，你是永远为祭司，就指耶稣基督他跟麦基洗德一样，不只是相似的神儿子，是神的真儿子。那比亚伯拉罕大，而耶稣基督大祭司又比麦基洗德更大，按比较下来就知道3种的祭司的大小差别在哪里。好，所以今天看到3种祭司，麦基洗德他跟上帝儿子相似，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比亚伯拉罕大，不用怀疑。然后麦基洗德代表祭司制度有改变，不是他去改变摩西的制度，是摩西的制度条例利未记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为人而设立，但是却又回到了上帝的儿子当祭司与神儿子相似，所以祭司制度改变，这个法律其实是条例比较好，条例就改变了。另外一个15到28节下半段讲到第2个祭司，像麦基洗德祭司出现了，是谁？就是耶稣。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有更好的盼望，更美的应许。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接近上帝。耶稣成为那更美好的约的保证，开始会出现更美、因为已经进入他希伯来书的核心的保证人。
而耶稣始终活着，能够拯救那些借着耶稣亲近他的人，因为他永远活着，永远替他们求告上帝，所以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那在上帝有了律法之后，上帝在有了法律后，还发誓宣誓应许，就是要立他的儿子为完全永远完全好的儿子为大祭司。好，所以今天做这两个比较，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祭司体系。好，那里面用麦基洗德跟亚伦的祭司做比较，麦基洗德是与神儿子相似，永远为祭司。麦大于亚，大于利，大于亚，大于大祭司。麦就是麦基洗德，大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于利位，利位又大于亚伦，亚伦又大于现在的所有的亚伦的这些的大祭司。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好，证实祭司职分和条例都已经更换了，因为耶稣来了。而耶稣基督的祭司体系是更美的盼望，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更美的中保，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他是保证人。耶稣长远活着，救人到底，耶稣成为完全直到永远。今天的金句，所以他始终能够拯救那些借着他亲近上帝的人，因为他永远活着，替他们求告上帝。安尼同个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伊会当救因到底，因为伊永远活着，在替咱祈祷，包括现在耶稣也记得都在天顶为着咱，在为咱来祈祷，好，咱会当来到上帝受恩宝座前，咱三个来祈祷。现在主，阮感谢你，互阮知影耶稣安怎样真做大祭司，毋是上帝改变家己的话，是上帝为着罪人的软弱，为着罪人的需要，将家己的囝献互全世界，牺牲家己的性命来建立到底完全，赢过罪恶，赢过死亡，赢过魔鬼，互伊会当久久等等，永远来为阮来祈祷。阮也感谢你，呼召阮亲像君王，亲像祭司的身份，伫上帝的家来服侍你。总是阮有阮的软弱，有阮的缺陷，有阮的无够野，也求主的话来清洗阮的心，清洗阮的手所做的工，也互阮知影伫阮有限的生命、有限的人生中间，要安怎来活出一个祭司的生命，来因跟主来互上帝家得到利益，也祝福阮伫今日一切所做、所讲、所教的所在，拢有上帝你的恩典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好，多谢大家，谢谢张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感谢牧师。感谢平安。